想唔想知普通人同有錢人之間有啲乜嘢係一模一樣啊？今日我就要嚟同大家分享一個你哋好容易忽略，但係其實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秘密。道德經中有一句話：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乜嘢係芻狗啊？唔重要，芻狗係攞嚟拜神嘅。點解會係芻狗啊？因為芻狗可以俾人捧上神台，捧完神台之後攞去燒咯。即係咩啊？個天用完即棄啦吓，咁即係咩啊？咁即係話俾你聽，個天其實好公平。你係咪想講，既然個天咁公平，點解唔俾我發達啊？因為你攞唔到一個密碼，密碼係乜嘢啊？就係個天最公平嘅地方係乜嘢？就係時間。你同李嘉誠一日都係得24小時嘅啫，就算佢再勁，佢都冇辦法增加佢24小時呢一個時間長度。但係有錢人同我哋之間有一樣嘢最關鍵嘅係乜嘢？佢哋識得做時間裂變。但係隨住科技嘅發展，我哋嘅平替時間裂變機會都已經嚟啦。你哋有冇發現而家最 hit 嘅係乜嘢？機器人啊嘛。但係機器人在幫你抹地的時候，你還在刷短劇，所以你嘅時間裂變係無效嘅。你有冇機器人其實都係一樣嘅。所以關鍵係乜嘢？關鍵就係我哋擠出嚟嘅時間究竟攞嚟做乜嘢？有錢人裂變出嚟嘅時間，睇住最新嘅行業報告，攞住一手嘅行業信息，而我們在幹什麼？你自己知啦。呢個日積月累之下，就會成為有錢人同我哋之間最大嘅差距。所以你想成為俾人朝拜嘅芻狗，定係俾人焚燒嘅芻狗，都係你自己嘅選擇。其實我哋嘅機會係一模一樣嘅。點啊？今日係咪有少少醍醐灌頂嘅感覺呢？多謝你啊！聽我呢隻芻狗，佢同你講點樣成為嗰隻芻狗。記得關注我，我哋一齊慢慢變好。